信實的神，希伯來書8章6節。本篇出自邱放學牧師1994年出版靈修作品集第2冊，入廠維修。尋日我爸爸從香港嚟紐約探望我哋就同佢一齊出外食飯，藉作洗塵。到咗酒家嗰陣時，差唔多係夜晚8點，酒家裏邊人山人海，好多人。喺個登記員嗰度留低咗姓名之後，我哋就企喺一邊等住入席。點知一等呢，就係大半個鐘，眼睇住一啲遲嚟過我哋嘅，因為佢哋同登記員相熟嘅緣故，佢哋得到咗座位，而我哋就仍然係餓住個肚喺旁邊等住，好失望。後嚟遇到一位朋友，佢都係入去要食晚飯，知道我哋嘅情形之後，就同個登記員交代咗一聲，唔到1分鐘，我哋就有位啦。後嚟問咗之後，先知道呢位朋友嘅丈夫係呢個酒家嘅大廚。怪唔知得呢個酒家嘅人要俾足佢面。我哋呢啲作神兒女嘅，豈唔係亦都係因為主耶穌喺面前做我哋嘅中保，以至於我哋日後都可以安然咁樣進入到神永存帳幕當中，得到一個席位咩？喺呢個社會當中嘅人際關係，有時候因為情面嘅緣故可以得到通用，咁更何況係上帝兒子耶穌基督用佢嘅寶血嚟塗抹我哋嘅罪，豈唔係更加能夠叫神因此而悅納我哋咩？法律不外乎人情，神嘅人情就係將佢嘅獨生愛子成為我哋罪嘅犧牲。主耶穌成為咗人同神之間嘅中保，呢一個係神自己應許要做嘅事，就係要叫罪人與神和好。神自己所應許嘅，神一定要成就。有一次，子貢嚟到孔子面前嚟請教處理政事嘅道理。孔子教導話，只要糧食充足、軍備充實、人民亦都信任政府，咁就得噶啦。子貢就話，喺不得已嘅情況之下，呢3項事情當中有邊一項係可以去掉嘅呢？孔子就話去兵，意思即係話先去除軍備。子貢繼續話，若再不得已嘅話，又要喺剩低嘅2項當中去除其中1項嘅話，係邊一項呢？孔子話去食。因為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咁係指出自古以嚟，人係總免不了一死嘅。但係若果政府失信於民，咁就冇辦法建立任何嘢。因此神與人所立嘅約係憑那更美之應許所立嘅約，神一定會成全佢。因為我們縱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，因為他不能背負自己。因此，從神以主耶穌作為我哋中保呢一件事上面，我哋就可以深信神係信實嘅。今日喺我哋所面對嘅各種困境當中，可能我哋冇辦法一下就見到上帝嘅心意，但係有一件事我哋係唔可以忘記，主耶穌成為咗我哋嘅中保，係見證咗上帝嘅信實。